怎防止或解決 Fit Zero 產品顏色的褪色問題？我哋一直都有注意到我哋產品嘅褪色問題嘅，的確咧有幾種顏色個褪化風險比較大，例如金屬紅啊、金屬藍咁樣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啲產品咧都會選取一啲退化風險比較細嘅油漆嘅，例如一啲納米嘅油漆啦。咁相信我哋嘅產品咧會比之前嘅漆面更加持久嘅。超級雷神01何時接受預訂？我哋而家個超級阿斯拉達咧就正在開發緊，咁亦都係完善當中嘅。咁我哋咧就希望呢個產品咧係喺可以接近放產嘅階段咧先至開訂嘅。咁其實而家我哋已經解決咗大部分嘅開發問題㗎啦，咁相信今年嘅第二季會可以開訂。高智能方程式會否推出黃雅系列的地台？能否以一拼組合？黃雅咧，的確係其中一款我哋會考慮嘅後續款嚟嘅。咁但係呢個咧，亦都係喺討論嘅階段當中，咁仲未有確實嘅計劃嘅。咁我哋呢個系列咧，個地台咧，的確係可以新舊款咁樣拼埋去展示嘅。咁慢慢咧就可以形成一條好長嘅賽道。咁我哋都好期望可以慢慢將呢個系列咧，可以定成一個圈嘅。鋼鐵俠系列之後會有什麼產品推出？ Marvel 產品 Iron Man 系列咧，我哋都會繼續推出嘅，咁就請大家多多支持啊！機動警察的99式運輸車何時推出？機動警察9式運輸車咧，預計會喺今年第二季度開賣嘅，咁請大家密切留意啦。